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4，诗篇60篇40到50安尼讲：你用其赏识敬畏你的人，通为真理举起来的，求你听阮，用正手牵救阮，通互你所听的人得到救。三甲来祈祷，用正手牵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诗歌，是阮的灯牌，是阮的石盘。主啊！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的拯救甲帮站。主啊！愿要倚靠你来欢喜，愿要仰望你来快乐，因为你是阮的阳光，阮倚靠你的无底到见效。主啊！阮的人生中充满济艰苦甲挑战，阮的环境中充满了危险甲患难。主啊！总是你应允属于你的儿女，就是你要用得胜的旗赏识阮，通为真理举起来的，求你听阮，用正手牵救阮，通互你所听的人得到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